播放清单里面影片顺序调整，要从你的频道、我的频道进去找那个播放清单，按媒体库，按媒体库，找到播放清单，播放清单，播放清单里面要调整的项目。比较慢上传了，最近上传的是在底下下面，按照顺序录影的话，你看，比较慢上传的会在下面，调整顺序啊。你看这个影片左边是缩图，缩图的最左边有没有看到两条短的横线像数学计算题，然后有等于那个符号，加减乘除等于那个符号有没有？那调整顺序就按三国来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的魏啊，曹魏啊，孙吴啊，蜀汉啊，那是属于《三国志》里面的。你看《三国志》魏书有没有？卷一魏书，后来司马炎篡曹魏而有西晋，所以接下来要找晋书啊。西晋，然后又变东晋，然后又有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所以齐应该在上面。齐又分南朝的是南齐，北朝的是北齐，所以这个南齐的应该在上面，齐之后才是梁，宋齐梁陈。然后北魏啊，你看北魏啊，按住那个缩图，按靠近那个等于那个符号，上下移动。已删除那个可能还在上传，还在上传中呢，这样就可以顺序调整了。按左边靠近那个等于符号，这样比较容易拉动移动。你看这样顺序上下，陈述还没有上传上来，还是比较上面的。北齐，然后北周嘛，然后应该还有陈怎么还没有看到？宋也没有看到啊，往上面找。我看到01、02，南齐的，南齐书01、02有没有？备用的在后面呢。你看，南齐书的哈，1南朝的齐开国者是萧道成，
萧道成是西汉初年三姐张两韩信萧何那一位负责后勤补给的萧何的第24代孙呢，第24代孙哦。南起01、02、03，03A 那应该还有个03B，可能还没有上传完成。梁是在齐的后面呢，梁武帝萧衍是在那个陈呢，宋齐啊，宋齐梁陈在齐的后面，宋齐梁陈，所以应该是在后面，齐的后面，宋齐梁陈，齐的后面。就是这样调整。